今日想用5分鐘時間同大家講清楚一樣好重要，但唔少人忽略嘅法律問題就係洗黑錢。咁咩叫做洗黑錢呢？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，如果你明知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某啲錢係從犯罪活動得返嚟，例如詐騙、勒索、販毒，又仍然幫人處理，好似收錢、存入銀行、轉賬，甚至幫人洗走來源，都可能已經構成洗黑錢罪。呢條罪係極之嚴重，最高刑罰係罰款500萬港元，加埋監禁14年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心存僥倖，以為幫朋友收個錢、借個戶口冇所謂，其實可能已經係犯法。咁法庭判刑點樣決定？會睇啲乜？首先，法庭會考慮幾個重點因素。第一，涉案金額幾多？金額越大，刑期越重，例如幾百萬港元以上，即使你係初犯，照樣有機會坐幾年監。第二，角色係主動定被動。如果你係幫犯罪集團策劃或者主動提供協助，刑期自然加重。但如果你只係俾人利用，例如借咗戶口開返嚟用，刑期可能相對輕啲，但都唔會輕到去罰款就算。第三，有冇悔意早認罪？根據量刑指引，如果你早認罪，可以減刑1/3。主動認錯配合法庭係爭取輕判嘅方法之一。判刑指引係點？有冇案例可以參考？香港法院喺案件拉 I Court 中明確指出，洗黑錢係嚴重罪行，尤其係金額大、時間長、涉及跨境、有組織性。如果仲有加重因素，例如收報酬、幫犯罪集團行事、從犯等等，法官會加重起點刑期。再用2單真實案例講你知。第一單，本地男子電話騙案加洗黑錢，判監30個月。2021年，一名30歲嘅香港男子用咗3個借嚟嘅銀行戶口，幫人接收電話騙案所得款項，金額高達360萬港元。呢啲錢再分期轉走，企圖洗清來源。案件到2023年底提出起訴，最終喺2025年5月6日定罪。警方申請加重刑罰，法院判佢監禁30個月。警方重申，借銀行戶口都可能構成洗黑錢罪，唔係話你親手處理啲錢先犯法，你容許人用你戶口都唔得。第二單，框加密貨幣洗黑錢覆，涉資1.18億港元。喺2025年5月，警方搗破個橫跨香港同內地嘅洗黑錢集團，佢哋用咗超過500個人頭戶口接收騙款，然後轉做加密貨幣，透過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洗走。行動中拘捕咗12人，包括9男3女，年齡介乎20至41歲。搜屋時發現105萬現金、560張銀行卡、虛擬貨幣交易記錄。呢啲疑犯被控串謀洗黑錢罪，部分人行動基地仲係旺角住宅。最後總結，洗黑錢唔係幫人收錢咁簡單，而係牽涉到重大刑事風險。你可能覺得唔知啲錢點嚟，但只要法庭認為你應該知道，有合理理由相信係犯罪得益，都有可能被定罪，而且一般都會即時監禁，好少有機會判緩刑或者罰款咁簡單。